好啦，講翻嚟睇下2025年9月14日星期三夜晚9點40分嘅颱風信號現時時間9點41分，三號強風信號現3號強天文台喺夜晚8點2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，紅山泥傾瀉警告現正生效。我哋睇下最新風暴消息。隨住華加沙進一步遠離香港而減弱，本地普遍風力逐漸減弱，但多處地區依然吹強風，離岸及高地間中吹烈風。預料3號強風信號會至少維持至聽日早上7點。受華拉沙外圍雨帶影響，本港今明兩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初時雨勢較大，海有大浪同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稍後小心活動。我哋講咗咁耐，睇下個風會路緊啦。咁現時華加沙已經減弱為颱風，喺台山附近登陸啦。咁我哋睇下呢個預測圖。好啦，咁咧我哋9點40分嘅颱風進步就去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咧，咁我哋咧今日嘅颱風進步已經完結，拜。